甸大地震向国际救援组，美国估计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7万人。中国对咱文攻武吓，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显示，美军战略甲阻止中国犯台，败做大胜。今年的基本汇率已经公布，高铁票钱有230块起价的空间，这高铁敢会变贵，引起关注。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缅甸发生大地震，目前有7644个人死亡。缅甸的军政府向外口来救援组，国际有派救援队遐是送物资，要去甲缅甸的灾区斗3工。不过缅甸的海关这边速度慢，有不少救援队也伫咧等通关。这边的灾情这样严重，美国就估计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7万人。在坡山内底，在缅甸瓦城倒塌公寓下边，已经30点钟的妇女总算互救出来，伊的翁嘛欢喜拥抱倒伫两桥的家后。所以呢，这里大家里的保重，啥嘞心没那么轻，保重都拼命的拉，也有心担负，今年人呢，အခုတော့အဲ့လိုမျိုးရလာတော့ကျွန်တော်အရင်ဝမ်းသာတော့ဒါပေမဲ့အခုကြာနေတာကျွန်တော်လည်းအရင်ဆိုပြီးအခုဖြစ်မှာဆိုလို့。缅甸发生地震到暂时已经超过48点钟，搜救人员无眠无日，伫倒塌的建筑内底加时间拼小走抢救人命。暂时累计有超过1600人死亡，佮有至少2600栋的客家，60间的学校毁损，当然有名的景点来淹湖的美景嘛看袂着咯。中国军政府领导人明昂来真肯向国际社会救援，各国嘛用行动表示提供援助。美国总统川普承诺会提供协助，印度是由印度空军运送头一批的物资。包括卫生用品、毯仔、粮食跟民生用品，已经抵达缅甸的经济大城仰光。另外，中国甲俄国的救援队伍嘛，分别派出82个人甲120个人进入缅甸救灾。中国救援队搁伫缅甸首都奈比多救出1名搁活的人。这个地震，互包括首都奈比多、瓦城等等6大城市，拢加做重灾区，灾区受到通讯严重未通，一个是内乱交战的地区，加上地震造成的停电、甲基础设施毁损，拢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正是缅甸反军政府势力的民族团结政府嘛发出声明，会为30开始对定灾区停火2礼拜，而且会甲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临时救援甲医疗营地来协助救灾。但是另外一个定灾现场，泰国曼谷暂时已经有中国的工程师甲美军的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协助找找个活的人。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泰国这边因为大地震，一栋断咧去的大楼规倒去，也有70多人待伫咧下骹。罹难者的遗体持续送出来，地震了后，黄金72点钟倒算，救援队无分日夜，希望等到好消息。有美军派员去协助，因为倒塌的规模甲土石的重量，搜救面临困难，连搜救犬嘛因为安尼受伤。After finish the work, we have to check in again because of there are a lot of effect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e dust mixed wi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metal dust. So in the ducks and cats, it's very sensitive.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Now we do the blood test. 截至当地下午3点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是通报数人维持96人，并有1人呢是在异地被找到解除通报的状态，而伤者呢维持8人，但是死亡名单已经累积到了11人，并有76人仍是失踪的状态，仍等待救援。เขาจะไปมั่นสาวสงกรานต์วันที่10เขาจะไปมั่นลูกสะใภ้วันที่10 เมษายนแต่มันมาเกิดเหตุอย่างนี้ก่อนแม่ก็บอกให้กลับบ้านตั้งแต่อาทิตย์ที่แล้วแต่เขาไม่ยอมกลับแม้แต่ลูกแม่ไม่มีชีวิต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ขอให้ได้ส่งกลับบ้าน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灾动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不过呢，仅隔天桥的一座距离其实就是紧邻了知名景点卡图卡市集。即便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不过正逢周末呢，人潮正多，但是店家也担心生意会受到影响。มาส่งของนะครับอะไรส่งพว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แบบห้างก็ปิด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แบบแค่แบบใครแต่ออนไลน์นะครับจะเป็นพวกเศษฝุ่นจากตึก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หน้าสุดมันก็จะโดนเต็มๆเยอะค่ะเยอ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จะปิดถนนยาวเลยลูกค้าจะเข้ามาไม่ได้เราต้องเก็บกวาดร้านกันด้วย大楼倒塌让店家余悸犹存，所幸部分知名观光景点未受强震波及，目前对于观光客似乎影响不大。They are not really scared. They don't speak a lot. They will try to clean everything, to find some people if they can find some people still alive.
It's weird. It's weird? Yeah, because it seems like nothing happened.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可以知道这次的损失高达3到5亿泰铢，并且重创了观光业。而其实呢，总理也下令了，要全国技师全部动起来彻查曼谷总共700多间的大楼是否还有安全疑虑。以上是公视新闻吕俊陈宏毅在曼谷的采访报道。这高铁敢会来变贵？今年汇率是决定讲，甲旧年同款。也旧年这个汇率是有起，不过票钱无得咧起。今嘛讲要甲旧年同款，也就是讲今年保留230块起价空间。那调整落台北到高雄一张票就会起到1720块。好，代替高铁这边是讲着爱评估，到董事会来决定。交通部依照甲台湾高铁合约，逐年拢会以台湾区消费者物价总指数的变动幅度检讨高铁基本汇率。因为高铁去年无起票价，以台北到高雄票价来讲，有230块的调整空间。工作非常出差的情况下，其实长久下来，这个价格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介意。如果调涨的话，可以让搭乘人少一点的话，我觉得也不错。2024年高铁基本汇率是每人每公里4.551块，来做照公式加成，每人每公里5.061块。以台北到高雄差不多340公里来算，等于北高票价差不多1720，会比即马贵230起15%。高铁回应制定基本汇率甲票价是毋是调整，由经济部门依照合约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营运成本甲社会经济情势，评估了后，报请董事会决定。为什么我个人偏向现阶段不急着再涨？因为高铁是一个算是低碳的运输工具啦。那我们应该是乐见说，很多人喜欢用大众运输。除了高铁票价可能调整，31年无起的水价听讲也要调整，因为台水公司即马每卖一度水了2.45块，去年税后了39.49亿。预定今年可能会阁了59.34亿。台水公司30亿会甲水价检讨报告送经济部，无要评论水价调整的方向。水价长期确实是这个偏低啦。其实我们该做的一些相关的改善工程，其实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步骤来持续的来做。水费的调整，它对我们的这个 CPI 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学者预测，水价总共调悬，对物价冲击会比起电价较细。不过，万一水价调悬，是毋是会转予使用者、消费者拢会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好来讲，中国一直对咱文攻武吓，小想咱台湾这块土地。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的国防部一个机密文件显示讲，美国国防部长已经调整美军的战略，甲阻止中国犯台，也有加强美国本土的防卫，列做优先的目标。要咱台湾甲美国买66架 F-16V 新型的战机，第一架已经出厂，也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甲驻美代表卢代雷受到现场去见证。中共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根据华盛顿邮报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份对内机密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甲合作中国夺取台湾、甲强化美国本土防卫列做上界优先的目标。对台湾主要采取具体防卫的战略，甲施压台湾加强国防技术，并且在欧洲甲其他地区减少相对资源投入。有提到，未来要协调一些美国在各个地方的资源，那集中在印太区域，特别是在防止台湾被中国夺取。那他们未来会投出的资源，不管是在后勤或者是在物资、战略资源的这个储存，这些都会再加强。陈冠廷分析，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军事战略，集中资源在印太地区。咱国向美国采买66架 F-16V 新型战机，头一架战机完成组装甲7次，美当时间3月28举行出厂典礼。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也有驻美代表卢代雷拢到场来观礼见证。我想这次美方邀请我方参加战机出厂典礼，除了展示战机的产制成果，也彰显了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持续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一个承诺。专家分析 F-16V Block 70B 空军现有的 F-16V Block 20，动力更加强，飞行性能也增加，营造更加多弹药，备行能力也更加紧，具备高度的稳定性加成熟后勤支援体系。这个 F-16V Block 70相较于目前我们所拥有的 Block 20，它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它的飞行性能也会增加，也就是搭载这个4型油箱，在机背这里有4型油箱，那么它的航程可以延伸30%，所以在不作战半径
大致上可以延伸到1200公里以上。国防部30发布，遭到攻击1架次超越海峡中线战列西南空域，也阁有强舰7架，继续伫大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军舰加花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加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遐台中清水中兴街这边，才有一栋旧的老厝。伫咧3月2的时阵，5楼、6楼来放弃尸体里面40个人。经过3大结果技术去评估，讲认为这结果安全有挂虑，所以计共有10户唔好佮继续住。遐这10户就要伫4月底进前来搬离开，若无会将这家厝封起来。不过也有几若户是讲哦，伊唔知会当去倒位住。居民想家己的家伙会当搬，赶紧搬。啊，毋过也是有几多户人家唔知影未来会当住伫倒。我是普通老百姓的，可是有的房东就是1度5块钱，那个价钱，那个电费都比那个台水台电还要贵。呀，你当然我呾请问你，你问我安尼，你敢有接到政府要补助阮？就是没有嘛。啊，问安尼是毋是叫有伤心的？台中清水中兴街一个老旧建物，透早无预警崩塌，造成5、6楼严重受损。住伫4楼以下居民嘛全部撤离。市政府赶紧拆除清理了后，由3大结构技师协助勘验，确认建物结构有安全疑虑，无适合搁住。建物所有人必须限期伫4月底前改善，啊，若无会伫5月初1封起来，并委托公所转至使用人配合。此段期间，如有擅自居住使用者，将依规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及30万元以下罚款。都发局指出，目前建物未虽有危险，这段期间住户会当入去搬生活物品。啊，不过这个案不是天然灾害造成的，是互人认定是使用人甲所有权人无现尽维管责任，所以并无符合紧急安置伫社会主体的条件。当地里长是讲，为咗住户会随面临租厝问题。他们在这边都是4000块左右，3、4千块啊，现在。听他们讲说，都是8000起跳，1万起跳。受影响家户都已做好后续居住的安排，目前剩下4户在梅河租屋。如果家户符合资格，我们也会帮忙协助申请租屋补助。台中市社会局表示，最近访视受灾户，其中也有4户也无找到租厝的所在，除了尽力协助，原来依照资格协助申请相关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清明特别到所来，观众朋友会来陪望，会来制作。也中华关这边因的环保局的宣传讲，要来用管钱代替烧金。也讲啊，这加钱管吼，公益团体这功德会当回向吼，祖先就是讲要来鼓励民众兼顾环保。只要捐超过300块，就会当有这个在地的农产品来领。清明节特别到啊，有袂少民众提早起立骨塔拜祖先，为着鼓吹民众环保制作，中华县环保局今年甲社福团体合作摆摊宣传，用捐款将功德回向给祖先，代替烧纸钱。若捐超过300块，个米粉通摕。因为厝里拢会有拆金嘛，啊是今日都要看到这些活动，啊想讲减少那个纸钱也蛮不错的，所以就来这边参加看看。我觉得就是长辈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年轻人也可以有年轻人的想法，可以分开。就他们要烧，他们就一样。但我们如果年轻人有这个想法，我们自己可以去实施，不一定要被长辈牵制。中华环保局2022年开始结合4大超商，推动清明节义工代金，捐款给中华县的社福团体，地当用手机换功德证回向给祖先。去年加倍送加比，捐款增加5成。环保局认为，今年应该会继续增加。我们113年义工代金的金额增加到21万元，相较于112年的14万元，增加达到5成。那这个也显示说，我们这个义工代金的理念也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一个认同。环保局表示，除了义工代金，因也伫县内的公墓甲纳骨塔设45个纸钱集中站，加上民间单位的配合，这2档集中的纸钱量平均有15吨。环保局邀请法师进行焚化炉的净炉仪式，确保烧纸钱过程符合传统礼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动台语家庭的计划，第1期伫3月31日，也就是明仔载来结束。也真侪台语家庭呢，就趁今日礼拜带囡仔来捡点数，完成这个台语家庭计划目标。
遐第二期呢会伫咧4月初1开始，这个计划活动会一直到12月底。目标是要靠更较侪家庭来参加，甲咱的母语延续落去。天啊好，天啊日头照，抬头看到一条桥。落雨甲恁自己的天气，大家老师带囡仔来唱一条甲落雨有关系囡仔歌。3月31拜一就是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第1期的上尾一天，9点的活动就要结束啊！真侪台语家庭趁礼拜赶紧来参加台语活动，把握最后9点的时间。像即马文化部有来推设这9点的活动了，阮就会使加做侪活动会使参加的。我介意就是有一寡讲册的活动。有爸爸因为外口落雨，互我无所在通去，所以带囡仔来到图书馆看册，以我知影有台语家庭的计划，感觉真有意义。也若第2期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4月初1日开始，希望靠更较侪家庭来参加，甲母语延续落去。阮拄好有先登记合适家庭啦，对啊，互因习惯即个台语的环境啊。较细汉还是较袂晓讲，咱就是我讲一届，伊讲一届。啊，若是较大汉，还是伊文化家庭较会晓讲，咱就会使用开放式的，互问伊，啊，互伊回答。彭志老师讲，即马政府推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吸引愈来愈侪有意识的家庭来参与，伊感觉这就是一款进步。伊讲，伫咧活动内面，常常会拄到台语程度无共的学习家庭和文化家庭，老师会用简单趣味的方式，互两种家庭的囡仔拢有兴趣学习。伊讲，只要政府和民间斗阵拍拼，打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咱离学习母语的目标就愈来愈近。记者戴阿轩、谢桂林、桃园报道。1923年起，咧嘉义义德的红青冈古厝是嘉义县的县定古迹，嘛是前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洪启辉伊的祖厝。也伫咧2014年修复好势了后，为着要维护这间古厝，古厝的家族啊，毋但是成立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奖项，要来表扬做公益、照顾偏乡的人。安尼做就是希望讲，毋但会当维护古迹，嘛会当甲因家族的祖训传承落去。厝住伫大门口小街这个所在背景甲历史，嘉义县义德乡的红青冈古厝，2008年的时阵登录做嘉义县的县定古迹，经过6档的整修，才互这间有西洋、日本甲闽南风格建筑，才做是互人入捌在地历史的古迹。阮都有这个机会来这参访，来看英国的物件，了解咱这古早厝，咱英国时代人迄老一辈吼，因的古厝是安怎，互咱感觉足生知识的，知影这古厝的好处。这个建筑的风格有伊的特殊，所以因为你咱的人文这方面祖先的对地方贡献的事迹，甲咱这个建筑的特殊风格。才互政府指定这个古迹。为着要来维护这个古迹，因的家族毋但成立文化艺术基金会，隔2档个月来举办一届全国性的表扬活动，颁奖予义利社会照顾偏乡的人。这个奖除了要来传承家族的精神，嘛希望传播对社会有意义的公益事件。咱会当将人应该有的一种会当回馈社会这种功德来传扬。阮的祖训就是厚德载物嘛。高德奖这个奖就是咧鼓励咱一般的人益利社会，贡献这偏乡所付出的这德行啦红青冈伫日本时代就是义德地区的首长，替地方建立发展的基础。这间古厝会当讲是见证义德乡发展的历史。洪英辉表示，祖先毋但留这间厝，阁替因留做人做代志的态度，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古迹继续来传承这个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低温13度，上悬17度。中部这边12度至21度，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早暗的温差。来到南部低温是14度。高温27度，同款要注意温差的变化。东部这边低温14度，高温26度。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曹欣。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